西面、西布倫、以撒迦、哈切、拿弗他利、但、約瑟，每一個支派都喺神面前拈鬮。有人得到肥沃嘅平原，有人得到沿海嘅地，有人得到山地。每一塊地都唔同，每一份產業都獨特。冇人爭執，冇人羨慕，因為每個人都知，呢一切係神嘅安排。約書亞記19章51節記住話，這就是各支派的地業，是約書亞和祭司以利亞撒所拈鬮所分的。神嘅分配從來都唔係隨意，而係按住每個人嘅需要性格命定，俾佢哋最適合嘅產業。佢知道你需要咩，亦都知道咩最適合你。親愛嘅朋友，你係咪一直羨慕別人嘅恩賜、別人嘅機會，覺得自己嘅人生唔夠人哋好？呢個故事溫柔咁提醒你，神創造你嘅時候，已經為你預備咗一個獨一無二嘅位置。你嘅性格、恩賜、經歷，全部都係神精心嘅設計。今日就停止比較，學識感恩，活出神為你預備嘅獨特命定，你嘅生命就會閃閃發光。